各位早晨，今日係11月11號星期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早晨，文賢。早晨，嘉怡。個天氣都仲未好翻喎。係啊，預測今日咧大致多雲㗎，咁啊朝早有一兩陣雨嘅，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最高氣温大約係25度，吹和緩嘅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天氣係稍涼㗎，朝早氣温降至大約係20度左右。詳細內容。荃灣大欖隧道往元朗方向入口發生3車相撞意外，其中一部貨車一度着火，53歲男司機死亡。消防員向車頭嚴重燒毀嘅貨車繼續射水。事發凌晨2點幾，意外都涉及一架客貨車同埋一架貨櫃車。現場消息話，3架車當時沿青朗公路行駛，至到大欖隧道入口附近，貨車懷疑失控撞向貨櫃車嘅尾部。貨車車頭隨即着火，司機被燒至重傷，救出嘅時候證實死亡。而貨櫃車被撞嘅時候衝前撞向客貨車，兩架車上都冇人受傷。事發之後，大欖隧道往元朗方向嘅管道入口一度要封閉，至到凌晨4點已經開放一條行車線。警方喺旺角拉咗3個男人涉嫌持刀企圖傷人，警員追捕時候一度掹槍戒備。被捕男人係介乎26至到34歲，由警員押走。現場檢獲4把利刀，刀柄包有毛巾。警方話，琴晚11點幾，一隊警員巡經上海街同豉油街交界嘅時候，一批男人揸刀互相追逐。警方追捕時候，有人持刀指嚇警員，警員發出口頭警告無效後，其中2個警員掹槍戒備。警方最後制服3個男人，其他人就逃去無蹤。佔領行動第45日，金鐘、旺角等地繼續都有市民佔據馬路。高等法院琴日延長喺旺角指定範圍以及金鐘中信大廈外嘅臨時禁制令。有消息話，執達利喺今日會開會部署策略。有佔領人士就話唔會阻止執達利清場。凌晨1點幾，有佔領人士將擺喺中信大廈外嘅鐵架同帳篷等移走，不過佔領區內大部分雜物仲未清走。而喺旺角，受臨時禁制涵蓋嘅彌敦道，尋日仍然有唔少障礙物。有佔領人士話唔會阻止執達利清場。法官落咗呢個命令，我哋都要支持呢個法例啦。我哋只不過係支持啲學生。亦都唔係話為咗違反呢個香港嘅法律嘅。如果真係警方出到執法嘅話，為咗減少啲學生嘅傷害啦，我哋都會叫佢退嘅。學聯話會俾佔領人士明白，如果佢哋阻撓執達利清場，可能要負上藐視法庭嘅刑責。我相信嗰啲朋友其實佢哋如果選擇去例如阻擋執達利去拆鐵馬等等，其實當然佢哋亦都要有個心理準備係要承擔呢方面嘅罪責啦。佢哋必須要諗清楚呢個刑責係咪佢哋負擔得起先至去採取相應嘅行動。消息話執達利今日會開會部署策略，例如定出清理金鐘同旺角路障嘅先後次序等等。無線電視記者曾柏偉報導。高等法院法官除咗延長臨時禁制令之外，又話警方可以拘捕違反禁制令嘅人，並且將被捕人士盡快帶到法院。法官歐慶祥頒下判詞，決定延長禁止阻礙旺角一帶嘅交通，同埋阻礙中信大廈外面部分出入口嘅臨時禁制令，直至正式審訊有結果。涉及旺角嘅路段包括彌敦道亞皆老街交界，以及通菜街、登打士街等嘅一帶。判詞清晰指示執達利可以採取任何合理有效嘅措施，協助申請人清除路面障礙物，恢復交通，亦都授權執達利喺必要嗰陣向警方尋求協助。法官亦都授權警方拘捕同埋移走任何懷疑妨礙執達利執法嘅人士。只要對方已經知悉有關嘅禁制令，警方就可以執法，並盡快將被捕人士帶去法庭。法官話唔係強制警方執法，而係明確重申警方嘅職責同埋權力。法官話佔領人士已經公然違抗法令，行為嚴重損害法治，法庭必須行動同埋捍衛法治，要求警方介入，係要俾公眾清晰咁知道違反禁制令係藐視法庭，後果係要監禁。
法官亦都反駁答辯人律師嘅講法，話一般涉及私人糾紛或者係財產嘅民事禁制令，的確係唔使警方執法。咁但係藐視法庭屬刑事罪行，希望今次嘅判決指令更加清晰、更加公平。對於近日佔領人士集體違反命令，甚至有人鼓吹犯法之後再去自首，承擔法律責任，法官認為呢一種做法行唔通，亦都唔實際。法官話：呢一啲鼓吹人犯法嘅公眾人物，部分甚至係受過專業嘅法律訓練，叫人等到直至禁制令有正式結果，期間無需遵守法庭命令，係向人發出錯誤嘅訊息，令佔領人士以至係公眾誤解法治嘅概念。而喺文明有秩序嘅法治社會，任何人即使係唔同意，都應該先遵守法庭命令，再以法律挑戰，否則就係危害法治呢一個令本港市民生活安全穩定嘅重要基石。法官話：今次見到好多佔領人士公然違反法庭命令，法官希望佢哋明白，能夠有效咁執行法庭命令係法治嘅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希望今次嘅判決可以令佢哋明白真正嘅法治嘅意思。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永報道。律政司話，警方已經預備依據判詞協助執行臨時禁制令。律政司發言人話：歡迎判詞中就法治概念嘅展述，指任何試圖阻撓執達主任執行職務行為，可能會構成藐視法庭罪。警方願意並且已經預備依據判詞就執行禁制令提供協助。而除咗警方嘅協助，律政司司長亦都會考慮就涉及刑事藐視行為嘅人採取適當行動。國家主席習近平琴日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新華社評論話，中日首腦會面唔代表兩國關係雨過天晴，要求日方以史為鑑，唔再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嘅事。2年半以嚟第一次嘅中日首腦會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比東道主嘅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到。安倍等咗一陣，習近平先至上前同安倍握手。會面只有唔夠半個鐘頭。安倍以中文向習近平致以問候，但翻譯仲未講完，習近平已經擰住面俾傳媒影相。在人民大會堂應約會見。內地傳媒低調處理今次會晤，中央電視台喺晚上嘅新聞聯播只係播出兩人會面片段，大約8秒，同新華社一樣，話習近平係應約會見安倍。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話冰凍3尺2，融冰解凍難。中日首腦會面並唔意味住兩國關係雨過天晴。中日關係之所以出現困難，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不論係領土定係歷史問題，責任都在日方。如果日本真心希望構建穩定健康嘅中日關係，就需要以史為鑑，信守承諾，唔再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嘅事。日本方面就較為樂觀，執政聯盟嘅自民黨同公明黨以及在野民主黨都認為能夠實現會談，向習近平直接傳達日方嘅睇法係好事，喺改善兩國關係上邁出好大嘅一步。共同網評論引述安倍話：中日確認將兩國關係回到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嘅原點，認為要推動喺中日各層面嘅交流，除咗互相承認立場，持續嘅對話亦都好重要。無線電視記者林卓賢報導。喺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夜晚喺奧運嘅場館水立方宴請出席亞太經合會議嘅領導人。習近平致辭嘅時候呼籲各國合作，見證亞太地區和平繁榮進步。譚美琪喺北京報導。水立方呢一晚變身成為國際大舞台。亞太經合組織21個經濟體嘅領導人坐住大會安排防彈嘅國產紅旗牌國賓車到場，沿路係紅色燈光組成嘅紅地毯。美國總統奧巴馬並冇坐中方安排嘅車，而係坐佢外訪時用嘅加長防彈總統專車。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逐一同領導人握手，包括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南韓總統朴槿惠同埋行政長官梁振英等。佢哋之後喺泳池旁邊影大合照。
今次各個與會領導人所着嘅傳統服飾係一系列希望展現出中國人新形象嘅中式服裝。呢一套服裝命名為新中裝，材料採用咗中國3大錦之一嘅宋錦，男女裝都係企領連肩袖。習近平致辭嘅時候提到，自己每日都會留意北京嘅空氣質素。也有人說呢，現在北京的藍天是 IPEC 藍，美好而短暫，過了這一陣就沒了。我希望並相信通過不懈的努力，IPEC 藍呢能夠保持下去。而習近平又講到水喺中國人心目中嘅象徵意義。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意思就是說，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樣，涓涓細流，澤備萬物。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以太平洋之水結緣，我們有責任使太平洋成為太平之洋、友誼之洋、合作之洋，見證亞太地區和平發展、繁榮進步。夜晚嘅文藝表演展現出中國嘅傳統文化。頭6分鐘係由內地導演張藝謀執導。成晚嘅活動以煙火作結。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喺北京報導。美股上升，道指同埋標普500指數都創新高。信貸評級機構穆迪預期明年全球經濟唔會明顯反彈。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